所以要来欣赏，这毋是卖花讲花红，卖茶讲茶芳，这是大家拢学到有着。淡水天元宫附近有一间专门卖草仔粿老店，即卖已经传承到第3代。上古早的草仔粿口味就是菜脯米，加上盖青的菜头切做一丝一丝，掺虾米、假肉，也有油葱酥做伙落去炒，也有古早味的，就是蚵仔的口味，是甲大家蚵仔切做一块一块摕去煎，松松软软的口味，同款真有香气。这间店头是今年96岁李丹香贵阿嬷开始做起，即嘛传承到因后生，也有因孙伫咧做花花，伊嘛是同款传承阿嬷的手路做草仔粿，真侪外地游客特别爱来食这味。茶做的人酸饼大火落去吹，甲看即个蓬蓬白烟安尼一直撑起来，甲鼻看卖有即个厚嘟嘟的糯米香甲香草的香气，用大火安尼落去吹半点钟，总算等到出酸的时阵咯。一粒一粒油金啊油金，看到真水面的草仔粿，伊的鸭安尼包甲弹色水是遮尔啊清笑着。毋过这毋是添添迄落人工色素，这是香草自然的青草。伫个果皮还佫会当看到即落叶仔丝加伫内底，即落乌草仔粿一个出酸，随甲人客拢甲醒过来。要什么口味？店面是安尼招细景尔，看到袂上目。毋过人客总是安尼刷咧一直来。即落招牌的菜脯米口味是用菜头串丝，佮甲掺假肉、虾米、油葱酥，食的做伙落去炒。再搁掺胡椒粉、五香粉，安尼香气就有够饱。甲看即个外皮是安尼油金佮扣身，内底包咸芳的内鸭，这就是店内上盖穿的商品。经过的时候都会买啦。哎呀，他们的味道就是皮薄啊，蟹很多啊，蟹很多。嘿。喜欢吃什么口味？就菜脯米啊，古早比较古早味啊。即落传统食面会当安尼入卖30年，伊好食起地。第2代头家李经庭，伊讲30外年前，因老母开始咧卖乌草仔粿，就是用纯糯米甲无做米浆，安尼做出来草仔粿，伊的外皮自然都有糯米的香气。阿妈你坐车，我叫你熬过。李丹香贵已经96岁啊，伫个2年前才退休，伊甲做粿的工课交互一地，毋过伊也是定定会来店的咧看。这做完有水无？有啦。阿嬷今仔吼都没力了。96岁了。阿嬷96岁了。对呀。还会包这个会包啊。这个都是他教做汤的。爸仔囝来汤阿嬷做粿的手路，内底的鸭料嘛是家己来调的。亲像即落绿豆鸭，伊的制作过程阁真高工，姜爱甲切沙啊。含即个油葱酥假肉落去芡芳，用白胡椒、五香粉来调芳提味，搁甲掺即落煮熟的绿豆啊，安尼哪厚哪辣，都爱做咧3、4点钟安尼才会好势。另外，搁来演出即落新口味，咸菜竹笋一喙甲加落，即落气味是安尼咸甜啊咸甜，还搁会当食到利口的笋丝，同款嘛是足受欢迎的。不是，我们馅料都自己做的，没有现成的。我们做的东西要自己敢吃才要卖。阿嬷亲手做的即落古早味开口的草仔粿，刷落去是囝甲新妇爱来担即个做粿的担头。即摆嘛慢慢甲传到第3代啊，甲看即落草仔粿内底有包因3代拍拼的故事，嘛甲因规家伙仔的感情安尼甲牵调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